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睡觉啊，你过年啊？哪有？好容易，做不来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米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我是家叔。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透过选举选出理想的人选来服务大众。不过，在咱台湾这个完全民主化、才不过30党的国家，选举的精神煞定定走精。候选人参选的目的，无一定是要服务大众。投票的人，嘛无一定甲票转予上理想的人选。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早期庄脚选里长的往事。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台面人的参庄妙文技术，青衣啊选里长。我捌一个朋友，伊某较有时间，讲想要服务社区，就出来甲人选里长。较早毋捌插过选举，无啥经验，当然落选。阮朋友讲，较早拢是查甫去做里长，里长伯啊变做专用词。毋过，若照我的见解，里长伯啊这个词已经无下时代啊。哦，安怎讲？这个时代有真侪有闲时间的查某人，想要互家己徛起的所在搁较好，哪会当做里长出口有力？有影呢？若查某会做里长，就无适合搁叫里长伯啊。爱叫里长嘛才对，哈哈哈，规人好好，我毋才会讲里长伯啊，这个词无啥下时代的需要。有理有理。阮庄邻的青衣啊，嘛是一个英人。照讲做里长应该是适当的人选，毋过伫迄个拍远的年代，里长无月级通领，袂使讲是正业的头路。总是加减嘛有寡社会地位，再来里长拢是地方的头兄咧做行情的。青衣也是一个即顿食了后顿倒要拍伫倒位都毋知的人，哪有可能去甲人选什么里长？阮迄种实在真热贴，一寡较现代化的物件，拢比别人较晚有。亲像北庄的有电火几多年以后，阮遐才咧踩电火条啊！我读国民学校4年的时，暗时啊，还阁捌行半点钟去北庄看太空飞鼠的艋舺。我去都市读初中的时阵，阮规庄还无人有牵电话。迄阵拄好是台湾工业长兴长发展的时代，一个一个的火车。甲青少年再去都市学西仔做女工，农村留一寡互土地黏着咧，走袂开卡的坐伙人。电话变做有紧急代，真需要利用的工具。乡镇高大也无人有电话，若拄着要紧的代志，要联络实在真无利便。对啊，
迄日阿生因迄个伫台北食头路的后生要开毛堂，病院讲着爱伊的是大人同意，才会用即档刀。妖艳哦，也无电话，是要安怎办？尾啊咧，拜托一个读古时的运将，透暝对台北驶车来咱庄，载阿生因翁仔某去病院，拖要规10点钟，因后生险险啊无命。阿弥陀佛咯，一声开济咧啊！手续费无算，敢若来回车钱，得甲丢2000块。阿娘话，无法度啊，为着后生，较济嘛着开。伊讲这部电话看差偌济，就是安尼庄林的人捌去问过，请一支电话爱开偌济钱？电信局会讲，恁遮进也无线路，着爱搁牵电话专用的电缆线，费用真悬哦。北庄有人指点，恁庄若有人做里长，虽往无危急，毋过政府会补助一支电话，甲一份报纸。安尼哦，报纸是摕来包物件好用尔，有无较无啥要紧。电话都要共啊，头一支电话牵了，就有电话线，别人要牵，免搁开遐济。安尼阁有通哦。咱庄若有人出来做里长，以后大家要牵电话，就免遐尼伤重啊。安尼好，后届里长换咱庄的人来做。阮庄拢总几十户人尔，家己袂当真做一里，是甲附近的桥仔头合作元斗里，遐是就近几个钟头买面的鸡翅，算真家业。人口数加阮几落倍，里长当然拢是带遐的人咧做。庄林的人伫土地公庙啊开会，决定要竞选即届的里长。庄卡人嘛有因的撇步，因议定几个作战办法。第一，先探听看即届假日是谁要做。再来，即里的里长拢是用讲的，毋捌真正选过，就是即阵讲的协调。第二，发动全庄甲假日有生理关系，拜托兼威胁。要安怎威胁？甲因讲，若无支持咱庄的候选人，后摆就无要甲因交关。对，甲因威胁。第三用哀求的。哈？要哀求啥？请求假日的头人讲咱需要电话，干那要做一任里长尔，相信一定会得到人的同情。庄民感觉，若照安尼做，过无偌久，庄内就会有电话啊。亲像故事咧讲的，鸟鼠啊开会，讲要甲鸟啊挂玲珑啊，毋过要派谁去挂，也就是讲谁要出来做里长。原本无人会去受到轻易啊，虽然即嘛讲话上大声，毋是伊较歹，伊本来就是大闹空的。个因大查某囝伫邦桥带捧一工厂，二查某囝伫台中学车衫，细汉查某囝伫高雄加工区做女工，拢真需要用电话甲厝人联络。敢若安尼，无就水兄出来选里长。我为虾米是阮水兄啊？怀德伊带着牛的某，规工赢先生做里长上下司。对啦，安尼讲嘛有理。水兄出来做好啦。嘿啦，水兄出来做啦。我是无意见啦。袂使的。大家拢心外来有数，伊是惊因翁迄款嚼一顿烧，都会想要手的老镜头搁举起来。到时凡事毋是凊彩搁请一个槟榔粉，就会解决啦。另外，搁考虑小迪啊、王清啊、阿文哥。我袂使，我无用，无法度啦。拢惊去影响到因做事，无人肯出来选。青衣啊，毋是咧甲人开会，伊拄好倒伫庙边的树仔骹咧嗷嗷困，雄雄到遐爬入伊的鼻孔，拍一个加唱，大家才注意到伊。青衣啊，
安怎样？有影呢，伊无参无远，死就做散工啊。有人死，就去做土工啊，耕大厝，趁一顿青草，兼3角肉。有人寒定就斗光城，有人起厝欠临时涂水工嘛去。这款人无去做里长，有影是拍算人才。青衣啊，你出来选里长好无？拄听到人讲要叫伊选里长，青衣啊心偏讲，做啥物拢无要紧，毋过做一工要互我偌济，爱先讲详细，后摆才袂起火。无啦，做里长无钱啦，敢若有配电话甲报纸尔啦。啥？无钱？食饭会使配话，敢袂使配电话？我3顿都食袂饱啊，青车都无够，哪有量上物通拍赶兼生咸？报纸是要互我包啥物？莫呢啦，你要当作做功德，互大家以后有电话通卡。对啦，全庄你上有资格出来选里长。你嘛互阮高正一个。众人为要有电话，一直甲囥，千讲都袂翻车。小弟甲讲话生本就小小，规气甲伊练小话，讲恁阿爸较早甲你号名青衣，就是讲你做人真清，阁有义理。你清是有影清，清甲连生活就困难，啊讲着义理，你青衣啊接喙问，我义理安怎？敢讲我毋捌人情义理？你的名有义是无毋对，毋过这个理就是你无做里长，毋则讲你欠义理啊！王昆林老爸好这个好名。做里长就有义理。青衣啊想想咧，讲义理也袂当做饭食，我看还是卖。宁可我有死人加减讲较实在。青仔厝人嘛有囡仔住北部，早就想要有电话，因某才会先甲庄人众人参详爱互青衣啊一寡利头。庄人也无阁有啥人肯做里长，就开一个条件，甲青衣啊讲：你也免惊3顿无通食，做里长了后，就是阮阮的官，阮应该爱饲你，阮规庄照轮，你一顿食一口走，敢无比耕大厝较赢？庄里嘛无讲定定有人死，你若下悬人死，嘛是歹心独行。你想看觅咧？世间敢有比这较好的代志？互人高正出来选里长，免开甲半仙钱无大件，佮3顿拢有人款待。青衣啊，这世人毋捌遐好康过，心肝内明明真欢喜，要是假无意，勉强答应。啊，好啦好啦，出来选就出来选。哪恁讲的？我着当做替咱庄做功德啦。安尼好，众人随照进前讲的计划行动。好。经过探听了后，叫我头人即届里长人选是控油行和善的因后生，拄对都市转来，有读过工专，是地方栽培未来要做县议员的青年。和善的做过3届里长兼2任镇民代表。县议员落选了后，就无插政治。望这个后生会当为伊出气一下，才会用里长做初步的舞台。庄人的人去高正和善呢？和善呢，咱参详咧，即摆让阮做一个电话线砍落了后，后任就搁行恁做，安尼好无？和善的讲伊属事不插，爱直接甲少年人参详。因后生煞应讲。恁敢若为着电话省淡薄仔钱尔，我是为咱地方建设咧考虑的。即届我若无做里长，就搁延4年，安尼敢有理？这选举是民主制度，毋是我规定的。若有法度，恁家己做一理；若无，就是爱教我竞选。喂，话讲到这，就做伊入去。哦，这个少年的哪会遮可头啊？得是啊，
靠细因饲来的人济，食人够够。做伙去顾正伊的4、5个人，看这个少年人遐磕头，也真受气，感觉是多次要食善庄，一声无甲伊拼，这庄就会互人看无目地，无算袂使呀。即摆无通互因食遐好啊！再来，里长选举拢干那一个候选人尔，投票率定着低，庄人想讲。咱人虽然有较少，毋过若大家拢去转票，因叫我头人大部分拢袂去投票，阁有诶生理人会互咱高正日，算起来嘛毋是一定会输。有道理，行，来去登记。好，登记，行。即摆是伫维亚开庄以来头一摆的庄民大团结，交投票权的囡仔拢吩咐好势。叫因无论安怎，拢一定要转来投票，一票都袂堪这拍交闹去。去家里买物件，拢阁特别甲头家交代。嘛有人甲家里人有亲戚关系，就去运动关系。无宣传车，无印宣传品，嘛无啥物演讲会，反正逐户拢是熟识人，阁真正有寡选战的气氛。王文德1票，林清义1票，王文德1票，林清义1票。票数真接近呢。吼，我要紧张死！迄天开票嘛真紧张，2个选5分5分。即阵有选举权的是142人，若阁加叫我头人的人情甲同情票，应该毋难呢。开始的时票数差不多。一直到最后，剩1票还未开的时，141票对141票，套动啊！敢若咱庄内就142票啊，最后这票一定是咱的。一声乌赢，水啦！废票1张，啥？废票？哪知最后这票煞讲是废票，2边拢是141票。照选举办法规定，2边平票就要用抽口啊。这声爱拼运气啊！青衣啊，看你啊！庄人有的念阿弥陀佛，有的是阿门的，拢替青衣的手气祈祷。啊！抽签结果，王文德当选本届里长。不做甲上帝。大概嘛较我家仔人，青衣抽输人落选。因家仔头有500多张选票，才141个人有转票。伫位啊142个大人，无得到家人生理人的票。事后去问，拢讲啊，著做生理无用去转票啦。毋对咧。咱得位啊142个大人，敢若开141票尔，有1票捡走去，是谁会无转互家己庄的人？若毋是走1票，应该是142对140票，安尼就免抽口啊，青衣啊就做里长啊。对啊，对啊。青衣共款伫树仔骹困，听着人讲伊的名，叫是咧怪伊，紧爬起来讲。抽输是我歹运，我绝对无走票。毋信恁会使去查选票，我的囡仔有转伫遐，林清义3字转甲明咧。啥？你用家己的囡仔转票？你毋是用投票所内面迄支笔转票？我分去啊我。这时众人才知影最后迄废票对倒来，都是差伫候选人家己迄票。怪伊嘛无较绝，伊也毋是雕工的。过无偌久，水县即嘛要是开大钱去请电话，庄人就对咧看，过来就无人搁选里长啊。
今仔日的广播剧《青衣啊选里长》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手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王青啊、曲家元演出，小迪啊、关凯英演出，青衣啊、林依婷演出，阿文哥也佫有电信局的人王家仁演出，水兄啊也佫有朋友林玉林演出，水兄嫂啊吴静顺演出。北庄人桂良芬演出，王文德、林君华演出，投票所的管理员陈碧娟演出，投票所的主任监察员甲阿仁、徐志刚演出，生理人吴怡晶演出，庄民、郭静怡、林柔安、罗英冠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地。放花来卫生。今仔日来甲咱民人先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台文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希美、林小美、詹以瑶、叶怡欣。这部续落去，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因头这篇故事的感想，也佫有民人先的回应。大平安，我希美，我是台湾家心的发起人。这篇内底有讲到牵电话线迄代志吼，迄整年因为也无牵过电话线，所以头一个要牵的煞要较贵哦。迄阵咧电信局算公家，安尼实在真老啊。啊，无怪吼，迄后壁才会生即站选里长的趣味代啦。这篇咧写台湾的迄个基层政治的迄个生态吼，实在讲吼，这个政治吼就是管理政人的代志。所以你甲足侪人有牵卡，就真复杂啊！所以阿仁先咧写即部册吼，较正面吼，较有心识开吼。我感觉若放伫迄个路树下图片迄本内底哦，应该会精彩100倍啊！迄个台湾的政治吼，到搭犹原吼，真复杂吼，像阁有迄个阿强的代理人，里长真侪嘛，互邀请去对面佚佗。这汉古代吼，佫真通写咧，所以我鼓舞大家吼，对阿仁先的脚步吼，同齐来甲写咧。因为我较早吼，我伫民进党做过这个1995年台北市党部吼，调过头路。迄阵迄个因为民进党拢无里长嘛，里长拢是都无党国民党嘛，就命令我爱训练啦，训练人。这就咁选里长诶，开班训练啦，训练我安怎选里长啦。第二我感觉吼，里长就爱较有耐心。我女性较适合选里长，这是真诶啦，真正诶啦。女性伊迄是较幼稚啦，反正女性伊也无啥物头路。讲你长辈啊，无应该啦，我就是无应该啦。我就是要讲这观念嘛，但是讲无处理。所以我就写一个成语算是甲这个操作的过程有无？讲到种我头济，阮这个选区无大嘛，头两暗嘛，我就甲什么交付我去安怎甲因政府的人都市区的人，阮这个都了头是都市嘛，等于是全家嘛。我台湾嘛去这就是安怎输的处理安尼啦，嘛甲一寡人拢走出来讲，什么人要选里长无？你有，伊毋是要趁钱嘛，干那钱有电话尔嘛。对来讲，里长有电话有报纸，讲报纸也无人咧看，报纸说包物件有无？
啊，电话用嘛，睇讲电话，调去配合伊嘛，毋知啥物这个电话啊，争议啊啦，消防车这边较老这个啊。好，大家好，我是小美吼，我即摆是咧做台语老师，伫甲咱台语讲转来即个过程呢，我嘛偷偷甲咱的台语的历史甲文化找转来吼。这篇呢，互咱看到咱台湾的政治发展哦，看咱早期吼，咱的台湾人是安怎看待政治的吼。咱台湾人呢，为即个市民呢，会使来行到即个民主吼，是一段真艰苦吼、真困难的过程吼。咱即马会当安尼自由自在咧生活吼，是真侪人吼，侪人咧拍拼、甲牺牲的哦。有诶吼，参性命都好勇气、较换来吼，所以咱袂当甲即段历史甲放落去哩。毋过呢，政治即个严肃的议题呢，人呢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互咱来思考啦吼，就是讲，虽然讲即个政治是真重要吼，毋过伫毋知影政治是啥物物件诶人诶眼中吼，伊是啥物啊？甲有啥物地带？吼，伫一篇小说内底咱就看会到哦，吼，嘛会感受会到即个情形吼。选举呢是即个民主社会定着会进行诶工课啦吼。人从选举呢来描写清议甲因选民诶人，遮一寡小丑仔诶角色呢是安怎咧参与政治诶吼。虽然讲毋知影里长是咧做啥物工课啦吼，毋过呢因知影吼，若选着就一定有利益诶啊吼。所以呢，搁较安怎来困难吼，因嘛要拼势甲选调安尼啊吼。伊这嘛写出咱台湾早期这个选举的情形吼，写甲真正足侪人是安尼等的啦吼。这个小可能呢，咱就要想看卖讲，这个民主社会知识是真要紧的吼。有知识这个选民吼，才能选出优质的公职人员啦吼，才有法度来运作一个较空间吼，较幸福的民主社会。好，我这边咧讲就是讲台湾人吼，即卖嘛共款啦。选举伊诶政见嘛无咧听啦，嘛无啥物理由啦，就若无下伊诶师傅，伊就无咧管啦啦。即内面拢完全无咧讲政见，就讲啥物嘢，就我需要一个电话要选诶啦。对讲候选人就伊效咧较兼较好，伊也无讲政见啦。咱台湾人即卖啥物人讲政见，看政见嘛无效，政见讲也无做啊，也无得去做啊。咱选举就是安尼啊，即卖嘛是安尼啊。所以我用这个讲，我这所写这篇嘛，无咧讲什么政见，就是表示讲邓家人伊政治就有需要啦。我说是第二点出来，毋是啥物理由什么好坏，理由就比较的嘛，高下的。清议选里长这篇故事看煞互人笑甲流目屎蓝巴肚。整理的囡仔呢，出外去讨趁。为着方便会当甲厝内联络，所以急需要有含电话。即款正人的需求，煞着爱百姓家己想办法。这个会当看会出，向时政府呢对地方基础的建设无要无紧，这是即阵利便生活，咱无法度去想象的。整理的人呢，为着要省钱，菜电补贴牵线路通有电话通用，决议讲要派人参选里长，家里的迄个何阿先吼，伊为着要爱因囝替伊出去去选议员，所以呢叫伊先来选里长来做一个初步的舞台。何阿先呢，因囝呢，就讲安那，伊是为着地方建设咧考虑。虽然拢是安那，有家己要选里长的理由甲拍算，投票结果家里的生理人呢，因安那嘛是感觉这甲伊无关系啊。无用做伊诶生理趁钱，甲是伊家己较要伊诶所以就无去投票。投票意愿低，所以伊票声开出来，哇，选两个煞平济啦。抽考诶时阵，装卡人手气可毋知安那，嘛是无好，抽输人啦。即摆呢，因为算是安那，整理人头一摆遮尔好做伙来投票，也是走一票，尾后才知影讲迄个是候选人，伊家己。用因转票正做废票地数落选吼。伫遮看会出讲当时的民主素养真正足欠缺，嘛是现今社会无法度去想象的。咱即摆的民主自由，几年来足侪人拍拼，众人拢合力经营出来。
是足无简单的代志，这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咱爱保守这份自由民主，继续传予咱的代代子孙，互咱的子子孙孙嘛有福气享受咱台湾的民主，做家己的主人。好，亲像你讲的安尼吼，迄个里长是算讲上届是民意代表啦，上届基本的。内面迄个是里长，即摆买票呢，迄阵无啦。里长都无啥利益啊，有一个利益啦，就是讲你若有工厂要来起工厂有无，要来设厂，就爱经过里长同意啊。即款利益，这庄稼人毋知啦，庄稼人毋知啦。我足单纯的，甲对方嘛无啥物，嘛无在意啦。我你这哪会使来啊？我设定是安尼啦。有着要有趣味，毋知你讲，迄个记着阵。前期讲你毋通去是我走票哦，我临前期3等下票袂袂哦，真诶变做破案哦，但是就是家己毋对安尼啦。若选赢，这无这个故事啊，对无？当然袂使赢，迄个投稿了解，袂使丢赢，丢赢这个故事就无效啊。大家好，我是欣，是一个上班族，即马过来甲大家母语讲到倒来。新野选里长，我感觉这篇是台湾，就是以前可能迄个政治冷淡时期的一种缩影，因为原本整理的人其实对选里长这项代志根本就无兴趣里长再来拢是干一个候选人嘛，无就是毋真正选过，内底有讲着就是用协调的迄种方式，大家讲好安尼就好啊。所以我感觉，虽然迄个时阵应该是台湾发生228到白色恐怖，应该几十档的时间，台湾政治当咧冷淡的时期，台湾人虽然就是会惊，但是面对必要的时阵，亲像规整的人想要装迄个电话线，想要省钱，迄个时阵台湾人永远就是有法度全民大团结。所以因就拍拼开会，阁想讲有啥物撇步，阁有3种诶作战诶策略。对，另外一站就是每一个人重要诶代志，其实拢无共。对伫位仔庄诶人来讲，电话线就是因现主持上重要诶代志。但是对桥仔头诶后生来讲，虽讲伊表面上是讲为着地方诶建设。毋过私底下敢是安尼，伊敢毋是为着家己政治的路在铺排计划，伊想要先做里长，甲因老爸出气。里长是伊拍头前的舞台，上重要是后壁可能选民意代表，还是搁来立委、市长等等，伊搁会当得到搁较大的权利，会当做其他咱即种老百姓毋知影的歹代，我毋知着。所以这就互我联想到即马现主时。台湾的政治，台面上讲的甲做的有共款的政治人物，搁剩偌济，对无？好，你有注意到无？入去竞人选里长，佮拢大家拢睇来睇去无？咱出来的人物拢出来啊，他等出来的拢出来啊。结果迄个小姐啊，免种款就大种，迄查某囡仔无，所以讲无爱好处互伊啊，无伊就无伊来买，无阮大家饲者是安怎无？大家拢歹选啊，尾啊讲，伊都拢人公司人啊，做啥工啊，就伊上下啊，甚至啊讲，我也无啥好处啊，做前期这角我安排了真，伊就咱有面的嘛，再发生这个代志，这是甲我安排的啦，表示讲，迄是庄稼人有无，并无，你讲我政治有无？你就有一个好处呢，较尾啊，你就有一个好处啊，等于国民党跳我骹啦。你就讲要选我将，大家选我将啦。较尾啊啦，买票拢交互伊啊，一票啊，较早时代买票毋是钱呢，钱遐少啦，米醋啦，再送米醋粉啦，生活用品啦，用送米醋粉买票啦。有以前细汉阮兜捌收过。系啊系啊。好，感谢民人先。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民人先的问题。我
我发觉阿真先吼在写小说的时候，人名拢号甲真深实。像讲内底即个清字的，的洪平讲的清，就是清甲散甲吼。啊，欠义理就是爱去做里长的。毋知阿真先咧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迄个角色的名，敢是拢会有调工去想的？啊，敢是迄名爱互听到就想到啥物意思安尼？啊，过来就是我真好奇讲，咱一般选举拢是爱提名的，要权力的才会要出来选，啊是怎样即篇会调工安排一个英人红送出来选安尼？以上。其实我清义啊是先好的啦，啊尾也要甲说服我就你无理度的你，我毋知甲伊讲啊，你清义啊就是迄时你就知这咧写败的嘛。啊，清义是我无选你对无，就无义理，你玩梗啦，啊就袂当说服伊嘛。所以你先有这名，啊你才去想讲要安怎算摕咧过这个名摕来运用啊。好，啊第二，啊另外迄个问题就是讲，啥那你会调工安排一个英人杀出来选安尼啊？啊，这郑家拢有这款人啊，郑家拢有这款人啊，伊都无想做长个职业啊，啊嘛无参无远啊，这头逐个拢有啊。无人要选你啊，是安怎？大家无概念啊，啊无概念，尾来清义啊，袂讲就是用人听过药啊。但拄我问题，清义啊，这个名哈，下面甲我问起吼，啊，我即马咧问一个是讲，才有一句话讲清义啊是这个这顿食了后，顿到要拍伫倒位都毋知的人，哪有可能去甲人选里长？这个拍是啥意思啊？一般古早伫乡下所在要娶某要到办乡处，拢爱迄个个人手刀啊拍起，刀啊本来是好拗咧拍开拍菜咧顶头拢试过去借刀拍刀伊个人若拍刀才有人食嘛，人若去收庄主所以讲后当人刀要拍伫倒你也毋知咧，伊普通时就无人食嘛，迄大话讲。后当倒要拍倒也毋知咧，迄就是经济细人都无人食啊。这个是当话啊。就是迄个倒爱拍开有，伊才有通食就对啊。对，倒位人拍倒也毋知咧，后当人是倒也毋知咧啊。这话是社会化的话啦。我后当人倒拍倒位都毋知咧，人咧拍倒就欠一寡斗倒的啦、骹手啦，爱当个人斗骹手就要食倒安尼啊。反正伊做做工的人啊。你问这才好啦，即嘛人拢毋知啊。迄刀要拍倒伊，迄刀都毋是本来就伫啊，迄刀拢等于是过招来有无？啊，你若叫人来，迄个嘛是有咧做刀子的，嘛是爱去拍刀有无？你若娶某要办刀嘛，因刀子的人嘛是爱来拍刀啊，伊嘛是爱食刀来拍，用刀来拍刀啊。我是伫咧故事尾啊遐，最近即嘛呢，伊有开大钱请电话了后，无人搁要选里长啊。啊，毋知林先生你安尼安排，敢是有咧暗示啥物？无啊，就讲郑家人对政治完全无感啦。但即嘛卖啊安尼啦，这郑家人所以国民党就掌握这优势啊。只要因会赢，就是拢这啊，伊就无意见的人啊。伊讲地方服务好，你若要做服务啊，因就安就好啊，郑家人因就安尼就好啊。所以就是讲冷淡，对政治冷淡的意思。无你毋知政治是啥，我有一个经验啦，因为迄政党拢有人把持啦，对方若要买票这两个人就会动啦。我一摆去大西甲人看选举啊。要选举啊！我就讲为了要发落去，要等选议员啊！结果咧，伊讲老师，阮遮若无买票，我就选。我讲我无看到你去处理啦。结果就选了当然有条啦。但是选了因好八成拢摕倒来，加害你。伊讲迄是我，互你会按票的啦。伊甲伊代表是我一定投你，就好按票的啦。大家好，我是
我有另外一个无共款的想法，因为我看这篇最后就是过来就无人搁选里长，确实有影会感觉敢若就是咧讲台湾就是一寡人对政治冷淡的一种描写，但是有另外一层想法，就是想要甲阿玲先确定一个，因为虽然伫位仔庄的人选举选输人，毋过因为着家己要装电话线，嘛是会想着办法解决即个问题，所以敢嘛是有共款有咧提醒甲鼓励台湾人，就是毋通因为即马局势看轻家己讲，毋管安怎选拢会选输人，就是爱有信念，就是台湾人家己未来的电话线有一天一定会牵成，敢有即种意涵伫内底，我是较正的。无咧，因为我代来对选举都无输赢呢，我还能去挣票呢。是哦，你讲以前啊那？我还能去挣票诶，因为你候选人讲我讲啥，我毋知你个性啊，我谁要转互你？我毋知你个性，我无参加你个性，你大家话台湾选了台湾政府，我哪也无影有食。我会不敢斗选举，是因为这个人，比如讲政治受限者的某，这我会帮助，我再斗他讲啦。啊，剩诶，你选票是你诶利益，我想要做你好啊。你选票跟我无关系啊，你也无影讲做你做刘宇就偌好啦。我也知影你偌好，所以我时到大我无学过良心。我毋知影你是真正诶人品嘛。啊，若你我会选，你我知你我捌你诶人我会选。因为我捌我确实会当我信任，我就要选。我毋选黑旗啊、白红旗啊、蓝旗啊，我无选这啦。我无咧信讲这个政党偌好啦，总统会投啦。因为总统咱就知影对方都歹诶啊，是相对诶嘛。总统就一个尔，啊，另外议员以后我迄我袂选，个人利益尔。感谢台文博览会4位读册判，甲咱民人生来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凤珍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这篇故事的见解。青衣啊，选里长，你看这个名就叫青衣啊，所以青衣这个名吼，在这内面就有伊的作用。啊，青衣啊，选里长，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讲。等下等去较古早的时代，就是无电话的时代，因为伊这是善乡嘛，庄脚啊，所以牵电话线，若要专工牵电话线，迄个都爱开真侪钱啊。啊，古早人也无啥物钱啊，做田人无像咱即马啊，古早人真正我囡仔的时阵来食饱都爱偷笑啊。啊，所以讲，即个为着要牵电话线，才会讲爱选里长。啊，即个青衣啊，吼。因这个里叫元斗里，元斗里是叫我头庄甲因这个德位仔庄，啊青衣也是德位仔庄啦吼。应该讲陈明林旁的故事规个伊的主要的所在，我就是德位仔庄遮的人，啊所以伊的主角基本上大部分拢是德位仔庄的人。啊因为因咧讲啥物人要派啥物人去选里长啊，啊结果大家拢做田拢咧无工课拢咧无用啊，最后发现讲。伫边仔树啊，较纳凉迄个青衣啊，伊上用，所以就派伊去，因为青衣嘛是艰苦人啊。啊了，即个青衣啊，就讲为什么是我吼？伊无想要做，啊又讲啊会当迄个补助一支电话甲一份报纸。啊，青衣啊，感觉这对伊来讲嘛是无啥物吸引力啦。啊了，因真诶，我感觉真。这就是庄仔内人的心识，就是讲，伊讲你若做里长，就规庄的人照顾你的三顿，你就有三顿烧，逐间轮流食，最后这青衣啊，才同意。啊，伫个中间吼，就是讲小德啊，就甲青衣啊讲啊，你做人无青衣哦，你的名叫青衣，就是讲你做人爱真诚，阁有义理啊。啊，青衣啊，就讲义理也袂当做饭食，我看也是歹。迄个两口我死人加减羹吼较实在。啊，即个死人加减羹吼，因为青衣啊，伊就是原来算艰苦人，庄里人若过身就共迄个棺柴跟大寿吼，啊会趁红包嘛。
我叫阮老母过往的时阵吼，迄个礼仪社嘛有咧问阮，就是讲礼仪社当然嘛让安排人来跟阮老母的大寿吼，大寿要对阮顶下出去到迄个要上车中间，礼仪社是建议讲吼，因为你是共庄的啊，伊讲吼，咱庄的吼，请庄的人来斗羹，安尼大家较有感情啊，就是讲伊感觉庄内人来羹较好，当然羹爱传红包。所以阮老母嘛是庄的人讲的老爸我袂记了，伊就甲伊讲死人嘛毋是条有，所以最后才会讲三顿吼，规整甲顾。因本来去迄个隔壁庄甲伊讲即个敢会使即届互阮牵电线，阮做即届就好。了后当然隔壁无同意隔壁庄无同意，最后因就足认真去推销，去助选啊，去邮票啊，最后是141票对141票差1票，最后就用抽口仔，结果清义抽输嘛。有一张因总有一张废票，因就讲迄废票是啥？清义听到大家哪像咧怪伊就讲伊讲吼，我绝对无走票，因为呢，迄个选票内底我有登伊那林清义3字登甲明，就是伊废票原来就是伊。这故事讲到这的时阵，大家就知影。毋过大家无讲搁去骂伊，还是讲都无继续写。我感觉最后因也是真诶，也是转耳机嘛，搁出现啦。转耳机嘛，伊就开大钱吼，去请电话吼，就是安装电话。了后大家就无搁讲要选里长啊。因为庄脚人真正足用诶，我若是无做田诶时阵真用，大家咧开讲诶时候，拢有一寡浪漫诶想法。这嘛当反映讲古早，你看咱即摆大家手机啊、网络拢真利便啊，咱无到理解讲，因要甲住伫外口诶亲情、囝儿逝世，要敲一个电话是遐尔因为无电话遐尔艰难，为着即个电话爱选里长。所以伊有迄个古时代的社会写实，过来就是真趣味啊！庄脚人迄种趣味性、新鲜性。暖暖站门口，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无讲，也阁有看无目的。节目续落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仔协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两句台语词的意思。无讲，就是何况。无讲，这个词差不多无人咧讲啊。无讲，毋是一般的没说无讲。伊后壁爱搁接，爱搁伊袂使断掉。目的会使单独讲，但目的佢就是。眼中无人，眼中无人，无人。这个看无目的，就是看不起、瞧不起、看不起，都是看无目的。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去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敏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祖师爷掠东机》，欢迎准时收听。笑到阮故乡的残垣。白灵溪。